播放清单那个项目要上下调整顺序。先上传了，在上面，然后后来上传了，就在下面。它已经260几部了，所以要找很久。萤幕录影，不对不，桌上型电脑的萤幕看到的那个网页项目最多200项，所以超过200项的最好做第二个播放清单。这个历史有先后顺序的，已经做了第二个播放清单，从隋朝开始，隋书开始。那这个南史是南朝，魏晋南北朝那个南朝宋齐梁陈的历史，北史是北朝，北魏鲜卑人，那也是皇帝的后裔。小子、少子，最小的儿子还是第几个儿子啊？只有写少子，被封在比较偏僻的大鲜卑山了，所以称呼他们的族名叫鲜卑族。一般称五胡为匈奴界鲜卑第一羌。到了北魏的时候，孝文帝汉化最成功。北魏后来分东魏跟西魏，东魏称北齐，就是北齐，后来西魏就是北周，然后杨坚篡北周，再灭南方的陈，完成统一。到隋炀帝被认为是暴政暴君，之后下一个就被灭了，就有唐朝了，唐高祖李渊灭隋朝的了。那个北史啊，北魏啊，北齐北周的历史的北史，可能隋在统一天下之前的几年也是算北朝的，所以北史可能要写到隋朝的统一灭陈统一天下之前的几年了。北史顺序要排列，按左边左边有没有看到有两个短横像那个数学等于那个符号有没有？数学题目那个等于符号，按住那个双短横，上下移动，长按然后上下移动，是这样。1、2、3，按照那波数字顺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没有？时间都很长的，有1、2、5、6，这样就都快接近12小时，最长不能超过12小时嘛。有4个档案都快12小时，快48小时了，再加上15，你看60几个小时。你看，就是6个档案没有错。这里有记号2042中，这就可以知道北史有声书就做了6部影片。